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教师会面，因为恁长家落选，恁长家敢唔当负责？好，既然是安尼，慧敏，以后长家的代志，你拢莫阁管啦，好好拼这个选举就好。阿妈。俊清，你哪会当安尼甲阿妈讲话哈？你安尼讲，这是害我甲长家的问题愈来愈大。你甲长家之间早就有问题啊啦，只是你无愿意承认。代志拢到这地步啊，大家拢互精神逼你向前行，干那你无愿意改变，你到底当时才要放弃？你即马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亲像老夫人讲的，专心选举，万一你落选啊，你若失去长家。还阁持家所有资源，还阁你军的政治事业，万一行到这步，你要安怎面对？假使这一切，你真正感觉无要紧，想要去就去啦。你今日唔免等去上家教。迄个家教讲伊无爱做啊。而且明仔载晓你要来做我的家教老师，今日放假一天。哇塞，张友林，你用这部拍七啊，真超过呢。什么真超过？迄个家教是家己无要教的，晓你嘛毋是我找的，是阮爸甲阮阿姨来教我的。为足痛苦的地家，变作足快活的天堂，欢喜啊吼！欢喜咧！我这叫暂时快乐。阮兜复杂一些安尼，大家拢特别气死啊！我一定要互迄个廖白仔好看。你这样是唱做的？柯新凯，是毋是兄弟？废话，一句话啦，要斗相共无？袂啊，当然袂。要毋过要创啥？去报仇，呀！去倒位啊？作战计划是啥物啊？所以你的作战计划就是在遮徛卫兵哦。观察敌人是发动攻击的第一步。你先替我看卖，逐工拢有啥物人出力，我才来想看卖后一步的计划。嘛对，这有道理。毋对，啥物叫做我看啊？啊你咧？拜托的，我嘛想要来啊！若毋是我明仔载要上家教，早就来甲你轮班啊。哦，安尼我爱徛偌久？你着逐工下课来徛到差不多暗时10点就赢啊。10点？伤久啊啦！你至少爱甲我换班，我徛一工，你徛一工，小快。柯信凯，你莫甲我计较这好无？你莫逐工无闲收厝做，无时间管你啦。去，
你来斗相共一个安怎？我不爱，想食亏啊。借我问一下，拄则伫公园是相公，是阮兄弟啊？像，你倒位？啊，像，我啦，我搁问你，是相公要好好回息咧？也是我。安尼就对啊，徛就对啊啦，废话这济。哎呀，我拜托，你敢袂较甘愿呢？这是咱下决心的大会，你这种态度是要安怎修正啦？好，迄落爱陪做，请客迄摊免啦。好啊，我除了客咧遮以外，怪创啥？你替我敢是市国乡引导，逐工出门甲转去的时间，甲我讲，若是有特殊的状况，你就用你的手机翕落来啊。等下，市国乡是迄议员哦。对啊。所以你的敌人是议员哦。敌人是议员又安怎？袂用的啦，安尼伤大条啊啦！而且，因查某囝徐慧敏，敢是恁大嫂？我甲你讲，伊早就毋是阮大嫂啊，阮阿兄早就甲伊分手啊。等因分手了后，市国乡就一直甲阮斗创空，若是毋互因一点仔假死。你是要创啥？我买靠野车，堵野太阳。这个步数拢过时啊！你为什么唔讲在因兜车顶放尿？而且，我看附近敢若无监视器，安尼你就唔惊人看到你的条啊？你乃唔讲，咱在因兜四口位仔放尿，然后亲像狗仔做记号啊？嘿，我感觉用的，咱会当安尼为门口，然后安尼向倒边放，向正边放，你感觉啥快？无聊，袂计较。你这下流，找小丽去恁兜做家教，袂计较。你要6点啊？我先转去啊，才交互你。有啥物问题甲我讲哦。这件代志只当你知影，我知影，袂当互别人知影，尤其是讲小丽，哦。知啦。兄弟，加油 ，fighting！ 拜。大概食来代志拢我咧做。对啊，大哥，我食饱，我先去小公课。食水果啦！我等阵食啦。伊当时这么认真啊！啊，到明仔载吼，新的家教老师要来，哪会当无认真啊？哦，好。看来这届换老师像换着人啊。忙到哪会这样济啦？喂，你面啥款？有状况无？啥物拢无，我讲要互蠓仔顶甲变日头啊！我敢袂当转去啊？拜托诶，你才过偌久尔？毋是啊，为什么大概拢是你陪小丽，我顾冰两搭，然后你就出来找恁去，我伫遮饲蠓仔？哎呀，好啦，等代志结束，我一定好好甲你说多谢啊！对啦，饲家人敢转来？有啦，要毋过恁前大嫂还袂转啦。好，安尼你就顾甲伊转来为止，你就当收工啊！对，你若是困伫外口，我毋就免转去啊。哎呦，袂啦，你就好。等，敢若有人来啊？谁呢？你上我到这电话啊？慧敏，稍等。这是啥？阮妈讲，今年未必过对至少化谈这样内容。以后你竞选的活动会愈来愈多，先好好保养然后。另外，我阁有买一寡营养品，对补充体力真有帮助。
多谢。慧敏，你爱较振作咧。选举虽然真忝，也毋过只要你当选，咱一路行过来的辛苦，拢有价值啦。安怎是？你先稍等下。振清，安怎是？无啥物，我先陪你入去。哦，恁兜拢无斗监视器是无？无啊。我看也是斗者较好，选战就要开始啊，嘛毋知对手会用啥物奥步，斗监视器嘛是保护家己啊。我知影。安尼我明仔载车场的派人来斗，你就先入去好好休困啦。多谢你哦，再见。就安尼。你卖互观察3工，就敢若翕到遮。我到去着就真无简单，好无？规路街查一两互发现。所以，慧敏只是7点到厝，四国乡是8点半，7点。你去做前计划想好未？卡厝要用放流迄步，咱家要几罐水？柯新凯，你头壳到底拢顶啥？啊，毋是狗啊！啊，卡输放完落大雨，毋是无采工。嘛对。咱莫去买水，该买喷菜。喷菜？水哦。安尼要喷啥？全家死了了。凊彩啦，到时阵才想。恁还毋敢有用？问我？即马时间有问题是你呢。我甲你讲啦，你莫到时阵帮我一个人去喷，是兄弟就做回来。我知啦，按时11点。OK 啊，嘿嘿。水哦。来，即个咱联合做事，效果袂歹。咱府选的几个候选人，民调开出来数字拢真好看。即届做事遐尼成功，拢加在有委员，你的功劳上大。我阁敬你一杯。莫安尼讲，我乡兄不哩用心，慧敏伫外地阁专工赶倒来，真正足互我面子的。安尼以后，爱麻烦委员多多照顾阮查某囝慧敏啊，我先互答。喂，什么？哦，我知影。安怎啦，委员？我拄接到消息，胡丽珠等者要开记者会，宣布退党参选。慧敏，你甲俊清观察记者会状况，其他咱等去再阁讨论。好，保持联络。议员，你来了拄好，等下甲车驶去门口口，我随时要走。议员，歹势，阮无可能早产，已经在病院，我这要赶过。我靠你的助理阿进，叫伊来送你倒去好无？我甲你开就好啊，你紧去病院啦。多谢议员，我先来去。委员，敢有联络到慧敏？有。
委员，你讲要操作气保，详细做法是？刘记者讲啦。卡数离处函数 f(x) 等于 kx 平方加 8x 加 k 加6，不管 x 是任何实数，拢会互 f(x) 为正数，算出 k 的范围。像这种题目一定会考，你有看过我的笔记？这题你应该知安怎做吼？张有力，张有力，创啥啊？啊？我咧遮教你，你一直无专心，你安尼足无尊重我。上课修久戆神啊，失礼啊。好啦，安尼咱先休困5分钟，你去便所洗面，咱等下再来算这题。免啦，换你搁一个啊，特别下课啊。我会用我的意志上完这节课。来，倒一题。这题kx 平方，然后就先加 k。咱先甲公式变了较简单的。哦。伊讲拢会互 f(x) 为正数，安尼卡数 k 比0较大。等下出去就请技术。车入来。爸。佢咧看书哦。对啊，伫复习拄则晓你教的，伊讲后摆要考试，真正一粒头两粒大。拜6礼拜，我甲明芳阿姨要去玻璃厂，你敢要甲阮做伙去？我就不爱去破坏气氛咧。你讲啥物啊？嘛，我是讲我要伫厝内读书啦，搁无拼一个晓你到时阵搁要收起。恁着欢喜去佚佗，我伫厝内陪阿嬷。既然安尼，假使后摆考试你会当进步，我就互你加所费。哦，多谢爸。好啦，安尼我先去困啦。你嘛莫读甲伤晚，拼暝工对身体无好。好，我知影，晚安。喂。即马新闻拢是互你做记者会，你哪阁不会转来啦？我甲陈立伟讲一寡代志，时间去耽误着，即摆要开车转去啊。你赶紧转来，会面伫咧等你，还阁有这侪条仔脚拢来关心嘛。好，我知影。像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
像啊。袂用的，我拄则有啉酒，这代志若传出去，我就害啊！你哪即马才来？内底状况车快，会当行动啊吼！唔知影今日是啥物日子，拄则几落个人入去，而且市国雄敢若嘛无转来。我感觉等一下行动较保险。等一下，袂呢啊，拢几点啊？阮爸半暝会起来放尿，等一下伊发现我无伫厝，我会互拍死。附近嘛无人，行动啦！物件咧？哦。哦，水啊！系啊，是个红车。伊是安怎一直看车头啊？我哪会知影？伊是毋是弄着什么物件？你手机互我，紧嘞！议员，阿姐，你这着去找我来有啥物代志？我拄则赛车回来时阵，去弄着人啊！议员，你是毋是有啉酒啊？安尼，迄个人敢安怎？我无看真着，也毋过我无使足紧的，应该无严重啦。阿珍，这件代志，你替我担啦。你想看觅咧？若去互别人知影我赛车弄着人，会足麻烦的。你是我的助理，替我赛车，正常啊，无人会怀疑啦。我拄则赛车回来的时阵，路拢足暗的，嘛无监视器。经过所在吼，嘛无看到什么车。若是讲万一抄对你遮来，你就讲你唔知影弄着什么物件就好啊。我若是打落来，我会安怎？这你放心啦，一般这款代志吼，拢私底下和解啦。我会替你找上好的律师，和解费吼我负责，你的部分吼，我袂亏待你。议员，我跟你这么久啊，你对阮兜一直拢足照顾，而且嘛，既然有这机会，会当互我报答你，我一定会斗相共。阿珍，这个你甲我斗相共，我永远拢会记着咧。爸，阿姊，我拄则想讲听到车的声音，结果你哪袂入来？
我叫阿进来交代几项代志。哦，阿进，你会当回去啊？阿进，行车记录器歹去啊，送去修理。议员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势。爸，那是阿进送你回来哈。哦，迄个司机有淡薄仔代志，我叫阿进来载我。哦，对啦，何立主伊退党要参选的代志，在那边伊安怎讲啊？你去讲啦。哦。我拄则到底看到啥物啊？你有落来吼？拢落来啊！柯新凯，找所在甲影片传我，紧诶！哦。想袂到何立主伊会退党参选，安尼吼一定会抢走我一部分的选票。就是啊，实在是。国雄，食水果。支持惠敏的朋友来关心选情，人要走的时阵，你嘛无亲身送者，敢若知影伫遐泡茶。啊，即马做迄寡表面功夫，敢有法度解决眼前的问题？无即马要安怎？当来应该派人去甲何立主讲啦，上好是咱说互伊莫选。他属于坚持要选呢。安尼党应该开除伊的党籍，最后才操作起步。安尼做是上歹的拍算，最后不管是谁选掉啊，拢会拍歹甲选民的关系。我是无希望行到这步啦。这何立主哦，输啊竟然不记出啦，根本是要甲大家拢拖落水。拄则落的，应该无人看到我。爸，在那边敢有讲要安怎一张选票？爸，你是不是无爽快啊？我可能啉伤济啊，头壳有淡薄疼。哎呀，我甲你讲过几落摆啊，莫大家应酬，拢啉遐尼济。好啊，莫阁念啊，我要休困啊。何立主的代志，明仔载再讲啦。爸，晚安。妈，你敢有感觉爸伊足奇怪哈？拄则甲条仔骹伫讨论，伊拢无讲话呢。可能何立主的代志，互伊心烦啦。先互伊休困，明仔载再阁讲啦。啊，你嘛较早休困啊。晚安。晚安。惠敏透早就赶去办公室开会啊，连早顿拢袂赴食。你甲詹立伟哦，爱加家斗3工。你是为着何立主的代志伫心烦哦。我看你昨暝一直变来变去，规暝拢无困好。你莫问遐济啦，家厝内顾好就好啊。选举的代志，我家己处理。我只是问你关心一下啊。你为昨暝转来就一直怪怪。这么早是啥啊？我去开门。4月5早，歹势叫了，我是交通队。昨暗附近的生活道路发生一个车祸，敢方便问你几个问题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
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市议员较早，歹势交了啊！阮是交通队，昨暗附近的细个道路发生一个车祸，甲方便问你几个问题。奇怪呢，发生车祸甲阮有啥物关系啊？你去听地。唔免麻烦啦，简单问几个问题啦尔。请坐。你问啦，我看卖，我会当斗相共无？昨晚有人发现有一个人重伤倒在路的，对个详细看起来应该是去互车撞到。虽然现场无监视器，也毋过转入去迄条路的路口有一间便利商店，迄间商店的监视器有录到车祸前后经过遐个车。市议员，你看一下，这台是你的车无毋对吼？对，是我的车。敢方便互阮看一下你的车？是安怎要看车？这路的遐尼济车来来去去，你毋去查因是安怎查到阮遮来啊？监视器录到每一台车，阮都会入去调查。调查嘛毋是安尼查的啊！你打电话给局长啦，透早就走来问一大堆有诶无诶。人伫办公，歹势啦。市议员，爱麻烦你配合一下，互阮看你的车。我真想要配合，也毋过车即马无伫厝诶，昨暝我的助理阿进啊，甲车驶转去啊。所以昨暗毋是你在开车啊？其实吼，平常时拢是司机咧载我，伊昨暝临时有代志，我就打电话叫阿进来接我，载我转来。转来的时阵已经真晚，伊就顺续甲车驶转去啊。人咧请问议员，你昨暗是几点到厝的哈？因为昨我啉伤济啊，我上车就困去啊。然后真醒的时阵已经伫厝啊，其他我无啥物印象。好，那请问议员，敢会当互阮你助理联络的方式？好，多谢市议员，歹势叫了你啊。免客气，辛苦你啊。假使有无清楚的所在，再跟我联络。多谢。要去找阿进哦，阿进敢真是弄着人啊！你伫乱声啦，莫乌白讲好无？你起性在创啥？我爱甲你讲。阿进，警察拄则来找我，也毋过你免烦恼，照我的话去做就对啊。进哥啊，你七早八早甲我叫来是要创啥？对啊，咱10几年交情啊，我若是出啥物代志，阮某、阮囝，你一定要甲我照顾啦。哎呀，你是咧讲啥？无头无尾，是出啥物代志先？嘛无一定啦，我是讲万一啦。万一啥物啊？你毋着讲好清楚。你唔讲我是要安怎干斗啥啊？请问你敢是谢文静先生？我就是。这是市国乡议员的车，这样的车是你开的对无？对啊，安怎是？昨晚发生一个弄着人就直接走去的车祸，附近便利商店监视器有录到这台车。即摆车在倒位？阮要看车。车，我驶去保养啊。你昨暗在市议员等去已经就晚，保养厂应该拢休困啊。我今日再去驶去。车安怎想？为啥会遮尔赶紧要保养？早暗车敢若弄着物件，我看车头有痕迹，我惊议员受气，就赶紧驶去修理啊。你弄着啥物？
告，你是莫讲话吼。小姐你好，车吼是因为弄着，所以才开去保养的。你嘛袂当因为安尼，就讲伊弄着人啊。夏文静，请你跟阮对分局配合调查。好。阿静，互警察带走，为什么呢？警察怀疑昨在恁爸转去的时阵去弄着人，即摆互带去调查。昨暗，我哪会无听阮爸讲？是毋是母唔对啊？我嘛希望是母唔对，弄着人就走，这真大条呢。妈，慧敏，恁爸红车去分局啊？是毋是因为阿姐啊？一透早警察就来厝内问一大堆，即摆红车去分局讲啥物爱协助调查，要安怎？是毋是阿静真是弄着人啊？妈，你先莫紧张，蹛厝内等啦。我即摆就去分局了解一下状况。阿姆卡来讲啥物啊？阮爸即摆人伫分局，今日的会议就到这。慧敏，我陪你去。好啊。爸，你来创啥？外口记者一大堆呢。妈在烦恼你啊。烦恼啥物啊？免烦恼，我来处理。尊清，你甲慧敏带走。阿静啥款啊？伊敢真是弄着人啊？昨暗我拢无听你讲。这我嘛唔知影，即马伫内底问话。市议员，夏文静伊对昨暗的过程交代了无清楚，嫌疑真大，我要甲伊送去地检署，互检察官来调查。超好纠纷，敢是双方和解就好啊？对啊，伊是我的助理，伊若真是开车弄着人，我一定会替伊去甲对方和解。哪会母甲遮尔复杂啊？伊有弄着人就走的嫌疑啊，这是公诉罪，我要送伊去地检署。另外，想要请教议员，你敢会当提供证明，昨暗开车的人毋是你啊？你安尼讲是啥物意思啊？你讲我讲白惨？我用的证明车毋是阮爸开的，昨暗阿姐送阮爸转来时阵，我有看到。对，阮查某囝会当证明。敢阁有其他人会当作证啊？我阁想看卖咧。议员，我看你的车有行车记录器的分量，毋过已经互拆掉啊。请问你敢会当提供昨暗记录器的影片互阮哈？行车记录器2-3个月前就歹去啊，早就拆掉啊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请问你敢会当提供昨暗记录器的影片互阮哈？行车记录器2-3个月前就歹去啊，早就拆掉啊。阿姐，行车记录器歹去啊，送去修理。好，我会甲恁的证词拢提供互检察官，多谢议员的配合。慧敏，我看等下记者愈来愈多，咱也是先离开啦。对，恁先回去。我留在遮就好啊！我看阿静敢有需要斗相共。爸，你是要选举的人，莫管这个代志，紧回去啦。尊清啊，麻烦你啊，行啦。议员市国乡的助理夏文静。洪怀疑昨晚弄着人逃走，即马伫个警察局接受调查。洪弄着伤的人伫个动手术了后，也是昏迷不醒，状况恐惊无乐观。目前市国乡议员办公室对这件代志同款无做出任何的回应。无怪伊迄个时阵遮尔紧张，搁切车，根本想要毁掉证据。我甲你讲，袂当就安尼准拄煞。你想要创啥？
咱遮一工就是为着要互市价好看，即摆落着厉害的，当然爱主持公道，替阮阿姨报仇啊！甲影片交互警察，我看市国雄要安怎辩解。卖啦，这件代志足大条的，你敢要先去问恁爸，交互大人处理啦？我有淡薄惊。白痴哦！摕阮爸伊就问我影片倒位来的，咱伫市甲埋伏的代志，地方发现啊。对好，安尼敢若搁较惨。好啦，不咱交互警察，咱即马就去警察局，应甲代志解决。柯新凯，等一下啦！哎呦，我甲你讲，咱甲影片交互警察，警察嘛爱咱去作证啊。安尼到时阵代志暗时别空，阮爸嘛会知影，最后共款嘛会互骂甲真惨，敢毋是？对好，这两种办法拢袂用的，无安尼啦。你伫遮头拉想，我先等去请我。你嘛有看到？你有义务爱主持公道。好啦，无你即马想要安怎，我拢听你的。共款爱主持公道，只是袂当互人知影咱是了爸呀，嘛袂当害着七国乡以外的人。咱会当亲像电影安尼啊，寄一张批，甲伊警告。咱会当甲影片截图，搁写一张无写名的批，互伊知影代志已经瘪空，必须自首。安尼咱就免出面，甲咱完全无关系啊。水哦！也毋过伊若是看完了后，要去自首要安怎？就当作互伊一解机会啊！若是无良心，安尼咱则甲影片交警察。好啊。截图。等下，最多会开始啊，加。奇怪，我看你的车有行车记录器的分量，毋过已经拆掉啊。请问你敢会当提供站记录器的影片互阮哈？行车记录器，2、3个月前就歹去啊，早就拆掉啊。昨暗行车记录器明明搁伫咧，爸为啥要讲袂出？敢讲？张伟，我有问题想要问你，你捌一个？你伫阮兜的监视器要安怎看影片？即我一个。有一个网页，爱先登入，小号甲密码就是恁兜的电话号码。来，你即摆看到的吼，是即摆现场的画面。进前录的咧，都固定放伫云端内底，每一个影片拢有照日期分类，真好找。好，我了解啊。安怎？要找啥？我当到3工。唔免啦，你去无用啦。这敢毋是张友丽？伊来阮兜门口创啥？有人寄这互恁爸，若是你赛车的代志，别空啊，咱兜就去了啊！这个代志真正足麻烦的，我咧想啊，咱是不是应该爱想其他的办法？是慧敏绝对选袂掉，希望你会当代表党出来选。今日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只要你甲我讲，我一定徛伫你身躯边支持你。我已经甲监视器影片互你啊。你先甲监视器录用影片拆掉。今日再来找我有啥物代志？你甲影片交我好无？灰白色
场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冒险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存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